烟花3月下扬州，对面走来了俩小妞。来扬州了，怎么能不逛逛这个扬州的园林呢？古代的这些皇帝为啥都喜欢下江南呢？我亲身冥想了一下，其实更多的时候应该是上江南来体验江南女子。再好的场景，再好的这个园林，身边要是没有几个江南女子陪伴，总感觉就像……可不敢胡说。